來看，這是真危險的畫面。最近有中國的女明星模仿社群流傳噴火的效果，在咧慶祝生日的時，嘴有含酒精，再擱噴加2個的蠟燭。想袂到這火全噴去伊的面，造成伊燒燙傷。消防署呢，今仔日是緊急來呼籲講這款行為其實真危險。民眾準若是無經過許可，在咧公眾使用的建築物內底來使用一寡火行為甲表演，上重會當罰15萬。手提雞卵糕甲掛加開，喙笑目笑的伊，甲酒含佇咧喙裡，刷咧就對蠟燭甲噴落。我打這聲害咯。這規趴火就燒轉來伊的面，為伊的下海還閣阿媽棍甲燒落。伊就是中國的女明星王天宇，進前慶祝生日的時陣，翕短影片，咧模仿社群流傳的噴火效果，煞因為安尼去燒着傷。現在小孩子都會模仿，吸引力會很強啦。會吸引他對模仿，這種沒有經過訓練就私自這樣子玩，搞不好會傷及到別人，我覺得是蠻危險的一件事情。雖然這代志發生在中國，不過在網絡頂會使看到不少國內外民眾攏咧學講家己安怎去舞這款噴火效果，只是這做款代志這爾危險，得表演火舞的人提醒，就連因咧表演進前，至少攏愛經過3個月的專業訓練。你所有會用到的技巧，它怎麼連通？然後呢，燃料特性跟你實際上遇到火焰了，你的智商降低的時候，你立刻反應要有，要正確。然後還有後面所有配套措施都需要有。在公眾使用的建築物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的一個場所進行明火的表演活動的話，就必須要去做一個申請。對，就是室內的部分。按咱台灣的消防規定，若佇咧公共場所要做甲火相關的表演，攏愛先經過允准，無相關會當罰15萬。若這噴火失控受傷的，若是家己爾，嘛有可能造成火災，牽涉到公共危險等等的刑事責任。消防局第11就緊急呼籲，希望大家唔好烏白耍火，就驚講有人銘記知影迄是火坑，煞怣怣要甲跳落。記者綜合報道。